早晨，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10到25激勵年輕人的科學》。呢一本書嘅作者係大衛葉格，佢而家咧響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心理學教授，同時亦都係德州行為科學同埋政策研究所嘅共同創辦人。從事呢個科學研究之前咧，佢曾經係一個中學教師同埋一個籃球嘅教練，並喺呢個史丹福大學獲得博士同埋碩士學位。佢同佢嘅團隊卡羅杜維克、安琪拉特克、要斯、格雷格爾斯頓呢3個人咧合作進行咗一個研究而聞名嘅。呢個研究咧係聚焦住青少年嘅行為產生影響嘅短期有效干預嘅措施，例如佢哋嘅動機啦、參與啦、健康飲食、霸凌、壓力、心理健康等等。佢亦都曾經咧響 Google 啦、Microsoft 啦、迪士尼啦、世界銀行提供一個諮詢嘅，並曾經受邀為白宮同埋加州、德州、挪威政府提供建議。佢嘅研究曾經刊登咗響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科學人、CNN、衛報等各大媒體。葉格呢個作者咧，仲係唯一獲得發展心理學領域3項主要早期生涯成就獎嘅科學家，亦係唯一響4個唔同嘅領域行為科學、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同埋教育中獲得最佳論文獎嘅科學家。響過去10年咧，佢被科瑞惠安科學網呢個 website 咧評為全網 0.1% 最具影響力嘅心理學家之一啊。咁呢一本書咧，佢個目錄咧主要係分為咗2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係了解10到25歲嘅青少年啦，咁另外第二部分咧就係實踐啦，導師嘅心態實踐。導師嗰一部分咧可以化簡為係老師啦、父母啦，係點樣可以引導到嗰個青少年係點樣可以做到我哋可以令到佢心態係好平衡喎。咁從第一個部分咧，了解10到25歲嘅青少年咧，喺書中入邊咧嘅章節提及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其實有2點喎。咁一個叫社會獎勵啦，當青少年咧其實獲得一個巨額獎勵嘅時候咧，佢哋嘅大腦入邊呢個獎勵敏感區域比其他年齡層嘅人咧會嚟得更加活化喎。與規劃未來有關嘅大腦區域，即是前額葉皮質，並沒有咧表現出相同嘅活化狀態。呢一項研究咧堪稱呢個領域係重大發現啊！呢個似乎表明青少年佢哋嘅大腦係存在一種唔平衡嘅成熟狀態，即是話咧青少年嘅大腦係對獎勵嘅渴望嘅挾持，從而影響咗咧佢哋嘅理性同埋克制嘅部分啊！咁研究團隊加爾曼咧堅持佢嘅研究結果啦，但佢唔再認為咧呢個領域對其結果咧嘅解釋係正確。佢嘅研究並未表明咧青少年因為青春期而經歷嘅前額葉切除術。青少年當然有前額葉皮質啦，加曼爾告訴咗我哋咧，前額葉皮質可以幫助你進行目標導向嘅行為，而且年輕人咧喺呢個目標導向行為方面咧確實係非常之出色。試想下，其實年輕人佢哋能夠做好多複雜嘅事情啦，佢哋喺數學入邊會學習微積分，成為精英運動員，又會參加奧運會。琢磨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喜歡嘅人愛上自己，佢哋比成年人早熟幾個月，但佢哋又掌握新嘅潮流啦、新嘅技術啦、新嘅程序設計型語言。呢一啲技能咧係需要發揮前額葉皮質嘅功能嘅，即是話一種越界亦都係需要規劃噶。仲記唔記得你曾經計劃偷偷地出走，或者隱瞞父母一啲秘密啦？同樣吸煙嘅青少年必須要克服咩啊？隨之而嚟嘅障礙，佢哋要記得佢哋出外嗰陣時要記得咩？帶打火機啦，佢哋要說服一個21歲嘅人幫佢哋買煙啦，又要幫佢哋隱藏證據啦，洗翻衣服入邊嘅煙嘅味啦。無論係好係壞，如果前額葉其實佢哋冇發揮佢哋嘅功能，其實基本上係唔可以實現到呢個計劃。加曼爾咧亦都解釋佢呢個新嘅實驗咧，當激勵結構正確嘅話咧，呢個年輕人咧，其實可以喺目標導向行為方面咧，往往係做得比成年人更加之好。
佢哋並唔係按照成年人嘅希望方式部署前額葉皮質，因為佢哋有唔同嘅動機優先試行。具體嚟說，年輕人係重視佢哋同輩之間同埋成年人嘅社會獎勵、地位嘅尊重同埋體驗。當佢哋覺得自己喺社會嘅地位同埋尊重受到威脅咧，佢哋就會發現自己成為更具社會價值嘅人士，會比成年人喺日後工作更快咁樣可以改變自己關注嘅事物。之所以取得呢個發現呢，部分原因係因為實驗對象呢係拓闊咗佢哋對獎勵嘅睇法。加爾曼呢喺21世紀初所做嘅研究呢係以人為本嚟做研究嘅，會以賭局獎金為獎勵啦。當參與嘅係老鼠、倉鼠呢，獎勵嘅就係糖水呢或者股價之類嘅享樂性獎勵。享樂性嘅獎勵同埋複雜嘅社會，例如自豪感、歸屬感、羞恥感，有好大嘅唔同。一旦神經學家包括加爾曼佢哋嘅學生針對社會獎勵進行實驗呢，就會出現呢個複雜嘅動機，最終顯示出嚟呢，擁有適當嘅動機呢，青少年係會具備發揮前額葉功能嘅重要能力嘅。書入邊呢亦都提到另外一個例子啦，海文呢佢20歲出頭，而家正在準備第二次腎臟移植啊。當佢被問及佢10幾歲嗰陣時，對於每日都要需要服藥2次有咩感受呢？佢好快就回答團隊啦。印象中母親成日都責備佢，佢真係好唔中意呢種感覺啊！冇人中意俾人責備，因為佢已經感覺到足夠嘅內疚。佢對佢嘅姑姐因為捐贈呢個腎俾佢好過意唔去，擔心昂貴嘅藥物會為咗佢單親嘅媽媽帶嚟好沉重嘅經濟壓力。當母親要佢做一啲自己已經感覺到內疚嘅事，佢就會話呢個感覺簡直係一種指控，就好似缺乏咗信任咁。呢一啲係咪刺激到佢能夠變做獨立呢？成日提住佢食藥，佢話俾團隊聽冇。海文嘅經歷同研究團隊發現喺2014年區茲堡大學嘅研究發表嘅結論係一致嘅。呢一個里程碑意味住乜嘢啊？意味住當被父母吟沉嗰陣時，青少年嘅大腦會發生乜嘢變化呢？希爾克佢哋嘅團隊同幾十名年齡介乎9至17歲之間嘅健康女仔、男仔進行實驗室入邊研究咯，以核磁共振儀對佢哋嘅大腦進行咗掃描，即係我相信係 CT 啦。照 CT 度話呢一種儀器可以偵測到大腦邊一個部分會處於活躍嘅狀態，以及大腦喺咩嘅時間會進行關閉嘅狀態。實驗透過唔同嘅神經活動模式區域嚟睇翻佢哋嘅血流變化嚟進行檢測嘅。研究開始前一周受試嘅母親嘅預先錄落嚟對孩子嘅一啲說話。好，你讓我感到困擾嘅一件事。研究人員錄低咗佢媽媽呢一堆小朋友嘅片段之後就在佢哋每一個測試者入邊響做 CT 影片嗰陣時就播放呢一段錄音啦。書入邊就話啦，呢個青少年聽到佢媽媽嘅錄音嗰陣時係會讓到佢困擾一件事，就是你因為小事而心煩意亂。如果我跟你說你嘅房間有點髒，需要清掃或抹啲灰，你就會生氣。如果你嘅姐姐想做一件你唔同意嘅事，但佢哋3個都同意嘅時候，而你又唔想做你亦都會心煩。你太容易生氣啦，需要自己冷靜落嚟。試諗下你係一個年輕人，試下大聲朗讀呢句說話，你嘅荷爾蒙都會好嬲。母親不斷大發牢騷，你要冷靜啲，你要執好間房，你唔可以唔執房噶。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好嬲啦，不受到尊重同埋冒犯啦，亦都係貶低咗你嘅感受，話俾你聽你唔應該有當下嘅情緒。母親仲叫你冷靜，呢個係威脅到你嘅自主權。青少年其實最討厭人哋係俾到呢一種感覺去囉嗦只係會帶嚟憤怒同埋挫折。大腦嘅活化數據顯示咗咩信息出嚟呢？書入邊亦都有圖示顯示咗佢哋嘅左腦同埋右腦區分嘅。咁當父母吟沉嘅結果嗰陣時
好多嘅血流量咧，會因為呢個情緒波動，相關大腦嘅區域咧就會處於活躍嘅狀態啦。呢個血流量就增加啦，呢一種神經特徵咧就顯示到年輕人係會憤怒嘅，即是話大腦嘅思想同埋規劃嘅區域，即是佢哋嘅前額葉，以及佢哋聽到說話嘅時候會推斷佢哋嘅含義，相關嘅大腦區域又會係點樣嘅呢？理想嘅情況下咧，呢啲區域亦都係會更加活躍嘅，即是表示話咧，呢一班受測試嘅人咧，正喺度聽到一啲批評嘅說話啦，處理呢啲信息嘅時候咧，大腦嘅畫面會點樣俾反應呢？但實際嘅情況係啱啱相反嘅，大腦規劃嘅顯示咧，明顯係唔活躍，即是話表示測試者咧並沒有計劃入邊去聽父母講嘅說話而做，思考解讀嗰方面咧亦都會顯示唔活躍。咁即是話表明年輕人咧係唔想聽到父母係真正要去想做嘅事，所以得知呢個結果係父母暗沉，係唔會引發到青少年聽到任何聆聽或者改變呢個計劃嘅行為，佢哋嘅內心只會充滿咗憤怒同埋挫折感。所以有趣嘅係咧，呢一個研究人員咧就會另外等呢個年輕人聽到佢母親比較中立嘅語氣所錄落嚟嘅聲音嗰時咧，當語氣唔帶住指責、貶低，亦都冇控制佢哋嘅要求嗰時咧，呢一班年輕人嘅腦部掃描顯出嚟係正常，佢哋接收到佢哋嘅信息，而思考同埋規劃大腦區域咧就處於翻活躍嘅狀態啦。亦即是話咧，當母親以中立嘅方式同佢哋講嘢嗰陣時，佢哋嘅腦部咧係表現都好出色嘅。如果咧佢哋嘅腦部係真係生物學入邊有缺陷，就唔會出現呢個數據啦。好啦，我哋講翻推翻呢個無能模型啦。呢個團隊研究出嚟咧，當父母暗沉嘅研究結果，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突破，挑戰咗咧其實神經生物學無能模型嘅基礎。呢個表明咗咧，青少年之所以被認為無能，係或源於我哋嘅語氣嘅反應方式，而唔係由於固定嘅生物理由。但係咧，要真正顛覆呢個模型咧，我哋仲需要更加多嘅證據。好啦，我哋講一講乜嘢叫推翻無能模型。嗱，由於呢個 point 咧，我都唔係好明，我特登咧都問一問 ChatGPT， 其實無能模型係究竟咩嚟嘅咧？嗱，ChatGPT 就話俾我聽咧，無能模型其實咧就係一啲生物嘅學家覺得青少年佢哋嘅大腦係未發育健全，所以佢哋控制唔到佢哋嘅情緒，而作出一啲我哋大人覺得佢哋做得唔啱嘅行為。咁呢個就係叫做無能模型啦。咁當中咧，加爾曼都話俾我哋聽咧，2010去到2012年嗰陣時，我哋開始覺得呢個無能模型咧係唔可以用嚟解釋青少年嘅行為嘅全部情況。加爾曼嘅解釋話，缺失嘅證據部分來自利用嶄新嘅技術嚟理解大腦嘅研究。呢一項技術咧係檢視咗大腦嘅連結性，即係話大腦嘅某部分與其他部分彼此嘅對話同埋影響嘅程度。喺過去嘅研究入邊咧，功能性嘅造影即係 CT 啦，只能夠評估大腦係咪出現咗任何一個部分咧係有活躍嘅啫。人們係咪究竟將某種情況使用前額葉皮質同埋獎勵系統，佢係無法區分青少年係冇能力變得成熟，定係冇能力將成人認為更成熟嘅方式思考呢？新嘅研究技術咧，首先應用咗喺動物嘅大腦，後來就應用咗喺人嘅腦部，嚟展示動機、獎勵系統網絡如何將前額葉同埋大腦規劃網絡合作。結果發現咧，佢哋相互交流嘅方式咧，其實同柏拉圖佛德羅篇中嘅戰車隱喻所預言嘅係完全相反喎。由於呢一個佛德羅篇嘅戰車隱喻所預言呢一 part 咧，我又係唔係好明佢講緊咩，即是其實等於我哋之前講緊嘅無能模型啦。即是話青少年嘅大腦佢係未發育好，就比喻為係一匹馬咧，馬夫應該係馬夫控制得呢個黑色嘅馬或者白色嘅馬控制得好唔好，即係等於我哋嘅前額葉啦。咁新嘅證據咧，其實表明大腦嘅邏輯推理嘅部分咧，即係前額葉皮質啦，
係唔能夠教育我哋情緒管理嘅區域嘅。咁究竟點樣變得更加理性呢？相反，情緒管理區域能夠充當導師，教導我哋嘅前額葉。情感係一種學習嘅工具。加爾曼同我哋講，佢教導你應該迴避什麼或可以接近什麼。即是話確立情緒並非大腦中次於推理部分係好重要嘅觀念。特別係青少年嘅前額葉區域同埋記憶相關嘅區域，例如海馬回啦，專注於學習點樣喺其文化中咧，感覺自己係一個被受到社會重視嘅個體。呢一個觀點證據咧係來自咗研究嘅。當青少年尋求社會嘅獎勵，例如佢點樣幫助其他人啦，喺同輩入邊表現出色，佢哋可以展現出如何同一個成年人嘅大腦所區別嘅特徵，提前計劃好，權衡多種嘅選擇，準確進行複雜價值計算等等。正如心理學家艾瑞克森喺呢一個世紀以嚟咧，其實係冇任何一個神經學證據嘅情況下，主張青少年嘅核心任務咧，逐漸成為一個能夠喺社區做出貢獻、獨立喺社會行動嘅人士。呢一個發展嘅過程咧，最顯著影響之一咧，就係其實年青人咧係變得高度關注社會嘅地位同埋尊重，所以咧我哋要令到年青人學習如何喺社會生存嘅關鍵因素啦。接住落嚟咧，其實講到第二部分啦，因為第一部分咧用科學嘅方法去證實咗，其實青少年嘅大腦係有呢一方面嘅引導式，關於情緒嗰方面，即使我哋言語令到青少年受到尊重咧，其實就可以引導佢哋日後個大腦係點樣發展，令到好好發揮到佢哋充分嘅潛能，可以發揮到出嚟。所以導師嘅心態嘅實踐咧就好重要啦。當一班小朋友區分為高質素、低質素，或者佢哋有成績，去區分咗兩班唔同嘅小朋友。咁喺導師上面嘅安排，而導師上面嘅心態、言語、技巧，佢哋點樣同小朋友溝通，其實喺第二部分咧，基本上呢本書用咗2/3嘅章節咧，係去用唔同嘅例子咧，去話俾導師聽，其實可以點樣同呢一堆嘅青少年相處啦。如果呢一班導師佢哋咧，都要將佢哋區分為係教高質素嘅小朋友啊，低質素嘅小朋友啊，讀國際學校啦，讀中學啦，小學6年級咧嘅階段啦，咁佢唔同嘅環節佢都會有講到啦，所以佢架構部分咧係好清晰咁樣解釋到唔同嘅導師係需要代表緊唔同嘅心態咯，例如透明度啦、提問度嘅重要性啦。當你遇到一班同學佢哋好大壓力啦，又要點樣做啦，要用啲咩心態啦，目的去點樣引導青少年佢哋自我利益規範啦，並帶到班青少年佢哋要有歸屬感啦、包容性嘅卓越啦、促進未來嘅成長啦、持續性嘅成長啦，同埋結尾咧去想世界成為我哋希望係點樣啦。成本書嘅架構咧就係第一部分科學同埋第二部分嘅實踐啦。佢另外咧仲有個附錄嘅，就係實踐同埋應用篇啦。咁後邊亦都會有啲工作紙俾家長同埋青少年同埋導師係點樣可以喺唔同嘅情景寫低，然後可以再作出一個總結，係令到3個 party 嘅人都可以揾到應該有嘅心態去溝通啦，同青少年。所以其實呢本書咧係真係做得好好嘅。自問我有2個小朋友啦，女女放學翻嚟之後咧都會講話，媽咪啊，今日咧老師點啊，今日老師態度唔好啊，用足全堂咧就嚟話我哋呢班小朋友啊。好啦，其實呢一刻我有教導女女其實老師吟沉都係希望鼓勵你哋小朋友。所以當睇完呢一本書，我會覺得我會安慰個女。可能只係老師佢冇睇過呢一本10至25歲同青少年點樣溝通會比較科學化，從科學化實驗嘅
出發點再教育嘅小朋友，我相信係會唔同。所以我而家好鼓勵我囡囡會睇書啦。咁呢本書帶俾我覺得，其實係真係可以用一個全新嘅體會，因為係有證實、有研究之下，呢啲數據去支持我去同小朋友溝通，或者同10至25歲青少年溝通，係要用咩方法？用尊重、鼓勵嘅說話，令到佢哋嘅大腦唔會被遮蓋咗我哋想去聽到嘅語言咯。呢一班嘅導師又會令到區分到呢個青少年其實咩結果呢？其實呢一個心理學家咧，真係好犀利，唔怪之佢可以攞到0.1%，喺呢個科學界嘅領域係可以得到獎，係真係應有嘅名銜啊！呢本書令我啟發到，當你喺書櫃入邊，其實你喺自己唔同嘅狀態打開佢嗰陣時，其實你都會有所得着咯。所以我認為咧，呢一本書簡直係一個好好嘅工具書啦。喺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作為一個老師，當你有一啲啟發，你係唔知點樣引導自己班小朋友嗰陣時，可能佢真係好似一本聖經咁，或者一本字典咁，當你打開，其實可以揾到答案。就好例如，其實早幾日我睇緊呢本書，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成日都會從成年人經常都會對年輕人提出一啲具體嘅論證啦，例如學校會邀請專業人士去佢哋學校講一啲銷售或者會計呢個工作，佢哋需要一啲特定嘅課程同埋技能嘅職業點樣用呢個數學啦。咁正常一班中學生或者一班大學生都會問，我哋其實點解要學數學啊？數學其實到我哋日後都冇乜用喎。even 我到我而家咁大個，我都會咁樣諗。但係呢一本書簡直真係工具咁啦，令到我作出一個契機，就係點解一啲用於特定嘅職業，但係又唔係所有學生都會用到，或者呢個具體嘅例子中，亦都令我獲得嗰個啟發咧。係啦，呢一班學生可能會覺得我去聽呢啲專業人士嘅講座有咩幫助啊？就正如我嘅諗法，學數學有啲咩幫助啊？其實我永遠都唔會用到呢一樣嘢喺我工作上邊嘅喎，我哋永遠都唔會從事銷售或者會計喎，所以應該都唔需要加強呢啲知識啦。所以咧，我哋要佢哋學習嗰陣時，冇主動咁樣講出呢個未來佢哋覺得係唔確定性嘅嘢，我哋要去放棄而家佢哋當前玩樂嘅時間去學習佢哋唔想學習嘅嘢，佢哋覺得唔係即時可以兌現到嘅獎勵同埋利益。咁的而且確嘅喺學科上面，可能呢一堆嘅小朋友，咁佢哋就可能唔係話喺學術上可以俾鼓勵佢哋就可以去學習嗰堆知識咯。咁即係話，其實成本書嘅核心同埋主旨咧，就係利用一個科學研究出嚟嘅結果，而引導一班導師將我哋可能從成績上考核到嗰班嘅青少年，界分咗唔同嘅區別之後，就用導師唔同嘅學習咗唔同嘅技巧同埋角色之後，就可以去教育到我哋未來嘅年輕人可以點樣對佢哋自己嘅工作上面嘅睇法啦，令到佢哋可以好好咁樣計劃將來咯。特別係用獎勵式、鼓勵式同埋同佢哋係同頻嘅情緒價值，咁樣你就可以將呢班青少年嘅視覺可以大家拉為一致咯。咁因為呢個本書嘅思維同埋邏輯，佢就係咁樣啦。從呢本書入邊，我覺得我睇完之後嘅最大得着，真係令我覺得原來係同呢班青少年溝通，就應該要用激勵嘅語言啦、獎勵嘅系統啦，係唔好令到佢哋嘅情緒喺憤怒嘅狀態啦。咁因為科學嘅實驗，亦都令我覺得原來自己一直可能唔係用最啱嘅方法同佢哋溝通咯。咁未來會接觸唔同嘅青少年，亦都有呢個歲數嘅人會喺我身邊，可能會要陪伴佢哋成長啦。咁應用呢個心態同埋態度咧，雖然講係好容易啊，但係實際嘅做法都可能唔係咁
應用得到出嚟，暫時一時三刻，咁應該都係要適當嘅磨練。但係我哋要牢牢記住，自己都做人父母，其實佢哋嘅情緒價值，我哋都要俾到佢咯。我哋唔好令到自己太暗沉，令到大家關係同小朋友之間，even 同身邊最親近嘅人都唔可以太僵持咯。呢個就係我睇完本書嘅最大得着。聽咗我講咁耐，呢本書都成25分鐘啦，講咗，咁都好希望你哋都對呢一樣嘢有啲啟發啦。